今仔日咱要唱的诗歌，第一首是431首，安然搁过一礼拜。愿主大仁爱，愿上主大仁爱，引念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引导在。到永世代。请下这平安，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咱个三个主持伫遮做回来敬拜咱的主。咱甲边的人讲，新年快乐，耶稣听你，我嘛听你。新年快乐，耶稣听你，我嘛听你。请咱敬礼，飞出来，请咱门口。然后咱出去做机会，然后咱出去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然后咱出去做机会，然后咱出去做机会，然后咱出去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然后咱出去做机会。
堂信息，欢迎你来。天堂信息，万欢迎你。天堂信息，万欢迎你。万年基因的心内，你万心情心转，天堂稳定。我让我转我保留，天堂信息，天堂信息，天堂信息，欢迎你来。天堂信息，天堂信息，天堂信息，欢迎你来。哈利路亚！阿们。用你所在，我来唱一下，哈利路亚！在咱的生活当中，咱常常都会感觉到忧闷甲惊吓，因为咱无法度预测未来，咱嘛无法度掌握咱的明仔的命运。也毋过咱知，咱有一位永活的救主，伊看顾咱，扶持咱，掌管咱的一切。伊是咱上大的倚靠甲盼望。咱请下指眉心来，指眉心来哈。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比明天多转一安。请下你来。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看顾。我虔诚随你的水火，我快乐，我有灾祸，但我主引导我路途，大宝血将我涂抹，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
事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天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新的一年，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因为你是掌管明仔载、掌管阮生命的主，也是永远拢活地的主。我要将一切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引带阮的脚步，使阮有坚定的信心，放下一切的话路，专心仰望主你的面，坚定来信靠你，相信主的恩典甲应允会充满伫阮的生命内面，互阮会通明白你的计划，顺服你的旨意。每一天拢会使活出对主的信心，甲对人的疼心，领受对主来的喜乐甲平安。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伫你的殿内，愿少念你的慈爱。各位兄弟平安。请起立，咱来念圣诗431首，安然度过一礼拜。煞者，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伫新春后的主日，阮自集敬拜阿老，由你圣手引带阮，行伫你祝福的道路，紧紧来跟对，无偏离，领受你属天的福气。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掀开新圣诗启应文第8篇，第1009页诗篇23篇。我来请兄弟来念。启应文第8篇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到青翠的草坡，伊互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山阴的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圣歌队献诗所献的诗是耶稣的手扶持我。我。
感谢信徒对美好的歌声。煞接咱来坐念10届，请第一届，请起立，拍手。第二届，毋通为着家己聊天妄想，第三届，毋通乱散心，甲无欢喜的上帝的名。第四届，着一定干叫你守你做事，第五届，着靠近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届，毋通害死人，第七届，毋通听代志，第八届，毋通跑掠，第九届，毋通做假代志伤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心。请坐。请咱掀开圣经马太福音书第6章31至34节。马太福音第6章31到34节。所以目的挂如讲，阮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什么，因为这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这个拢是恁欠用的。独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煞互恁。所以目的为着明仔日挂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挂路，一日的艰苦就一日到了。要讲道的题目是“伫犹如进前的代志”，请咱注心来听。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新年快乐！上帝希望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所有咱的家庭，伫新春、伫新的一年，拢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愿望。愿主希望帮助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主，阮感谢阿罗你，你的性命甲阮，你的性命特别阮来荣光、来荣耀。祝你掌握每一日，互阮每一日面对新的开始。伫主的圣日，互阮到伫主你的圣殿，伫你的殿宇充满你主你的圣神，充满主你互阮的稳定、喜乐甲平安，互阮通来领受。感谢阿罗主，祈祷靠最后所祈祷圣主名来求，阿门。也有人去试即个高空弹跳，毋知你有即个勇气去试无？我想即个人拢叫做小贺啦吼，因为对10几楼的桥顶安尼跳落去吼，实在爱有胆识吼，要有胆识。我是无即个，我是无即个勇气啦吼，我是无即个勇气吼，所以。有一个教练讲，其实足侪人拢真惊吓，足侪人拢真惊吓。有个人用喊话的声音来掩饰他内心的害怕，来暗藏伊内心的惊吓。其实大部分的人拢会惊，这是一个教练伊讲。讲其实大部分的人拢会惊，因为这对10几楼的桥顶安尼甲跳落去山谷，真正是要试进前，要有真侪事来交代。可能爱交代后事，可能爱买保险，可能爱预防万一。讲真正，如果若是我真正毋敢去挑战吼。所以每一个人来试即个高空弹跳的人，拢会惊吓。这是教练安尼讲。愿主想帮助咱，其实咱一个人，咱每一个人拢有惊吓的时阵，但是耶稣有教导咱一寡的代志。第一，咱爱改变咱内心所欢喜；第二，咱爱放开伫世间咱所看重的。伫咱的生活，咱会想要得到，然后咱通享受。所以咱的目标一直会掠掉即个世间，掠掉咱所爱的。这是咱的人生的目标嘛。但是耶稣甲咱讲，咱爱改变咱内心所介意的。但是耶稣嘛甲咱讲，咱爱放开世间。会享受、甲享乐、甲看重的，将咱的眼光、甲咱的目睭
注目伫永远永恒的事的顶面。所以人拢爱安尼来学习耶稣。当咱放的世间，遮个所追求的，遮个所爱的，有时咱会感觉惊吓，因为咱无法度理解即个烦恼、即个担心、即个忧虑，会伫咱的心上。其实惊吓、烦恼、忧虑、担心，拢是一种情感伫咱的心内。有时这减少咱甲上帝，咱对上帝的信心。有减少咱甲上帝做伙同行的时的信心。旧约圣经有甲咱讲一个人的名，叫做以诺以诺这个人甲上帝相同行，最后互上帝接去。所以当咱完完全全要奉献的时，有时你会惊失去。当你所有的你要放弃，你选择要来跟对主，惊吓就会伫咱的心上。耶稣呼召彼得，呼召安德烈，呼召约翰，呼召雅各的时，因放了因追求世间遮的希望，就是因生活的工具，迄叫做希望，毋是迄个希望，是迄个欲望伊放了伊一生所追求的迄个希望，这希望一放了，才会气躯，才会准伊甲放了来跟对耶稣。惊吓甲信心是两个伫咱心中咧扭小扭无对半的溃烂，这是惊吓，惊吓就会减少咱的信心。信心若哪坚定，你就哪无迄个惊吓。马太福音第6章甲咱讲真侪对忧虑的事，耶稣对忧虑甲咱讲3个毋免3个不第一，咱袂当忧虑。第一个不能忧虑，第二个不要忧虑，第三个不应该忧虑。袂当袂用的忧虑，无爱忧虑，甲不该忧虑。即3个忧虑拢伫这圣经节有甲咱提醒，有甲咱说明。耶稣讲，第一个咱袂当忧虑，就是讲伫世间咱毋通积聚财宝，因为这财宝。这个财米，这个钱财有通来加，可能会即个受坏，甚至有贼来偷摕。但是天顶的钱财，天顶的财宝无有通袂朽烂，而且嘛无贼，捌有人将钱甲藏起来，结果旧年以后去找时，迄有虫走歹去，走空去，甚至烂去。耶稣讲莫忧虑，不要忧虑，因为马太福音6章25节甲咱讲啥物？有甲咱讲，咱莫为着性命来忧虑，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咱的身体也要穿啥物。咱的性命是较赢即个啉食，咱的身体较赢即个医治。所罗门王讲极项目的事，极荣耀的事，每一项遮的物件，咱的性命拢比遮的百合花比任何事搁较水。上帝帮助咱的性命是比所有的一切拢较会当得到荣光，得到荣耀，因为咱会当用咱的性命来荣光主，来荣耀上帝。咱无应该忧虑，就是讲，咱毋免烦恼，咱要食啥物，要啉啥物，也是要穿啥物。愿主想帮助咱，这忧虑检采拢是假的。这忧虑对咱来讲，亲像拄咱的敬拜而乐所吟的歌，明天主掌管明天主掌明仔所以咱只有凭信心、勇敢来面对。我想过年期间这段日子，也是讲对旧年开始，有侪人会出国去散散心去游览、去玩赏。有一摆我甲几个牧师中职，还佫有一寡青年阮出国。当阮到机场爱创啥物代志？收护照对无
逐个护照拢爱交互领队，然后领队就摕去柜台安那登记吼，这叫 check in 吼，来，然后佮甲护照发落逐个人，然后你就爱安那挂行李对无？你就爱挂行李，即摆讲你就爱徛伫即个行李输送带的末端，看到你的行李已经完全通关，有一间我的行李去互炸落来，拍开结果我内底炸足侪糖啊，一管一管好几十管的那个维他命 C 啦，伊当做迄是炸弹，叫我透开，讲透开啊无就这原来不是炸弹一支一支安尼所以讲咱伫遐看到行李通关了就真欢喜，你就当拖着你的行李去倒开始去通关经过即个海关，海关搁爱检查你随身携带的行李你拖的要上飞机的即个行李要送迄个客舱的行李了爱看即个护照即摆有即个快速通关时代哪安进步，这叫做 AI 科技AI 的科技，所以就即摆足侪所在拢已经减少人工，减少即个人力包括机场，即摆你两个指纹甲试落了，你就通关啦所以对安尼咱来看讲，这个时代哪会哪进步？所以阮就安尼一群人通关，然后通关了去倒免税商店安那Window shopping 用你的目睭 shopping 有个人有交代讲爱买啥，就做一人去买通常我是看看就好因为感觉讲有个物件无啥实用有当时咱伫一般的商店，咱就当买一点虽然是免税啦但是有感觉讲有当时这个物件拢是较高级的物件。当即个了后，大家就坐飞轮机坐飞轮机了后，等飞轮机来就飞机飞上天了当飞轮机降落了，降落第一件代志安那哈利路亚我迄阵的人拢哈利路亚，为虾米呢？表示拄啊伫飞轮机伫即个天顶有安那有精彩的乱流通常是食饭食到一半时已经开始开始掉捌一摆真正咱想你为10几楼安尼跋落来表示讲即个驾驶真厉害所以伫天顶咱有拄着即个乱流有个人会惊吓当真正飞机降落时，你看讲大人哈利路亚真正感谢主这表示讲拄经历了一场乱流后来咧通关的时阵了通关的时候就爱出关，了出关了，一对姊妹讲，我们2个的护照拿错了啦，拿错了还可以通关，这真正上帝互这海关的目睭安尼看袂清楚，连阿姊看这小妹看这阿姊都发现袂出来，了出去讲，我们2个护照拿错了美琴的拿去美林的美林拿到美琴的，是规人的护照小对换啦。小对换既然会当通关啦既然通关这个国家的海关这不及格这无入格看袂出来连护照安尼也是因姊妹生了太成的所以这是真实的代志这是真实的代志圣经甲咱讲，咱应该爱以无挂虑啦一概无得跨入，所以跨入这烦恼的思维不但会夺去咱的欢喜，而且嘛破坏着咱伫生命的路程。有一个人，有2个人，因拢去接电工，电工照了的时阵，相款即个照电工的人，这叫做医事检验科啦，医师检验科，无数过年前有去身体健康检查你就发现讲，遐个人拢专门咧检查照电工的，照超音波的甚至安那甲你量啥物，拢做专业的人即个检验科的人，我甲2个人的名拄搞错了甲即个有病电工的片摕互无病的即个人，无去病的人却摕着有病的即个电工的片，结果呢，即个着病最后安那好去。
啊，即个健康诶，因为摕着迄个破迄个翕着歹物诶电光诶片，煞每一工忧虑烦恼，最后煞破去。虽然这甲迄个护照摕毋对是共款诶吼，所以当你电光片摕了毋对伊，可见忧虑对人诶心灵诶危害有偌大。咱有天父诶照顾，甲引带，阁有啥物通好忧虑呢？基督徒咱有无忧虑诶权利吼？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一直甲咱讲遮个事，咱做天国诶子民诶咱做上帝国诶子民诶咱做基督徒诶咱对生活应该有诶态度，就是咱毋通为着食穿来忧虑，毋通为着穿来忧虑，甚至咱毋免为着明仔载来忧虑。这拢是对马太福音第6章所甲咱讲诶事。这个事对咱今仔日诶经节就是讲，咱毋通为着明仔载诶事来忧虑。所以伫忧虑进前，咱所做诶代志，咱先想看卖啊，咱是上帝国诶子民，咱诶身份，咱甲边遐人是无相款诶。天国诶子民应该是无相款世上一般诶人，所以咱信做人是甲人有无相款，因为咱是基督徒，所以咱甲边仔人讲，咱是基督徒，咱毋免烦恼，咱毋免过头诶忧虑甲烦恼。所以咱基督徒对对开始，使徒行传讲基督徒对安提阿教会对安提阿教会来开始所以这个名词是伫使徒行传就开始开始印证，开始证明有基督徒的存在。伫耶稣的时代还阁无，伫耶稣的时代，这信主的人还阁无互完全的认同，是到伫初代教会到伫安提阿教会开始。所以真正的教会伫初代教会，真正的基督徒伫初代教会开始。咱知影讲初代教会，第一因受到迫害，第二因受到人诶真多无共款的眼光，所以有侪项事伫初代教会发生的事，咱看初代教会用基督徒来印证因的身份。所以基督徒到即马现在有千多年，所以即个名词经过时间的挑战，经过时间历史的考验。马太福音6章31节到32节讲，所以无伫看路，咱要食甚物，也是要啉甚物，也是要穿甚物。所以咱因为遮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嘛知，遮个拢是恁欠用的。咱做伙来读来。所以无伫看路讲，我要食甚物，要啉甚物，要穿甚物。因为遮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遮个拢是恁欠用的。上帝天父知咱所欠用的，上帝嘛知。但是咱甲一般人无相款，就是讲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什么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毋是基督徒外邦人就是因有因家己的信仰。最近大家开学学生爱交寒假作业。我问我的查某囝讲，按年要交报告你去对，你去对还要交代阮顶礼拜有去看小鸭伊大概甲大家报告伊寒假去对。我问伊讲，恁同学拢讲因去对他们同学因拢讲因去对去庙里拜拜。是所以咱迄就是外邦人嘛，迄就是甲咱无相款嘛。新春哪有新春礼拜新春哪有青霞礼拜所以咱是甲外邦人无相款的，就是外邦人因所追求的，甲咱所追求的是无共款。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耶稣是讲咱尽生活的责任，但是咱莫为着生活来忧虑。信徒必须要尽生活的责任，但是咱莫为着生活来忧虑。所以上帝天父知影讲，这是咱所欠的。伊知影讲，
一般的人为着啉啥、食啥、穿啥，伫遐咧烦恼的时，爬上帝吼，最后所甲人讲，咱爱有生活的责任，但是咱莫为着明仔载吼，伫遐忧虑。所以尽生活的责任，咱毋通为着生活忧虑。咱知影讲地上的财物，第一，伊无法度真苛刻吼。所以最后所爱信徒，将咱每一日的钱，毋是讲将每一个钱甲开互了，食米甲食互了，然后拢莫存钱。主耶稣的意思是讲，莫信徒只有为着家己来积聚即个钱财，而且毋知影讲咱的上帝，毋知影讲啊，即个上帝将钱，咱趁着即个钱，即个意义，咱爱好好啊使用即个钱财。但是上帝嘛要互咱知影讲，毋是干那靠即个钱，是怎毋知影要靠上帝。所以咱欠钱，毋是干那讲啊去约即个钱，却毋知影要转来倚靠上帝。吼，所以钱财是毋是真好的倚靠吼。所以天顶的钱财才是永远。所以信徒爱累积钱财伫天里，吼，即个属天的户头，当咱需要的时，咱会当向上帝来领取。地上真侪的风险，即马的人吼，上惊着诈骗着吼，即个诈欺，吼，即诈骗非常的死惊。有当时啊，可能你存的钱，为着要趁搁较侪钱，煞去互骗去。吼，天顶的银行才是永远可靠。所以咱会释放佛师，咱所追求的应该是将咱遮个属天的财宝甲伊累积。所以咱爱为着咱每一日主所互咱的来规划咱的每一仙钱，吼，安尼才有永远的价值。吼，地上的财富，互人的心安那痴迷。咱知影耶稣甲讲吼，钱伫倒，你的什么？你的迄个就伫倒，你的心就伫倒吼。钱若伫遐，你的心就伫遐。所以咱知影讲，真侪人咧看手机啊，是咧看啥？看股票，因为伊拢真侪钱。毋是讲投资毋好，毋是讲遮个投资毋好，是讲咱爱有即个规划。所以咱的钱财若知影，若敢若讲要累积伫地上，安尼咱的心就会看入地上的事。相对的，咱的钱若是家己积聚伫天顶，安尼咱的心嘛会逐工受吸引来思想天的代志。所以耶稣甲讲，这看入的事的代性，就是爱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爱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物都要加添给你们。咱做来读吼来，独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的物拢要煞互你。愿上帝帮助咱。随着宣教师来到台湾的时，台湾相对较落后，所以宣教师引进第一台的印刷机，伊为着要印报教会报纸，因着去转去英国募款，嘛该为着要转去数字，是煞搁转去募款，所以有遮真侪好的物件，迄当时就伫咱的台湾。愿上帝想帮助咱，咱所欠用的，上帝会补足互咱。所以上帝的国，在伫人的心啦。所以咱的心应该有上帝的保障，袂当互遮个金钱、权位等等俗世的物件，伫咱的心中来去取代上帝的地位。所以咱伫遮欠用的大先，咱爱先追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这才是上重要。咱讲咱是上帝国的百姓，咱讲咱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甲天堂有共款无？无共。有一个牧师，伊伫咧报道会讲天堂是一个快乐的所在，天堂是一个完美的所在，天堂实在是水无比。了有一个兄弟，通常会问这个问题人拢是兄弟，姊妹拢较有信心，这个兄弟来讲，牧师讲你也无去过，你哪知影讲天堂到底有偌好？我无相信天堂真正有遮尔好，有遮尔水。你有相信天堂有水好无？因为天堂是咱以后要去的所在，敢毋是？爱着伫遐咧问牧师，
啊，牧师就讲啊，到底天堂到底有偌好呢？牧师一时应袂出来，毋知要哪回答即个问题。吼，啊，到底天堂有偌好？吼，你想看吗？天堂到底有偌好？天堂有金银财宝无？吼，天堂有选择买乐无？有吼，天堂有星光大道无？天堂有红地毯无？吼，亲像2月1号，逐个立法委员吼，新科立委拢行红地毯安尼。天堂有遮个物件无？吼，到底天堂有偌好？后来牧师笑笑，甲即个兄弟甲伊讲，天堂有偌好，你敢知影？因为上天堂的人伫遐生活太快乐的，拢无人转来，拢无人对天堂转来，安尼有好无？所以天堂是咱以后要去的所在，敢毋是？真侪人去拢无想要搁转来，吼。所以咱的信仰是安怎？咱的一生只有一届，咱无来世，无来生，咱的性命无搁轮回，吼。咱的性命若搁有轮回，吼，咱即个天堂就无好啦，吼，因为你上天堂了，搁会搁投胎转世，吼。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天堂实在太好，吼，无人会当吼搁对遐转来。有一届，一个信徒基督徒伊坐飞机，吼坐伫天顶，吼一个空中小姐去甲服务，吼，就讲你要喝什么？你要喝茶呢，还是要喝红酒呢？摕一个杯仔互伊，我点一杯红酒好了，吼，了伊就问，即个基督徒问讲，咱即摆伫天顶有偌悬啊？伊讲，咱即摆伫天顶有10000公尺，吼，1万公尺比圣母峰搁较悬啊，吼，比玉山搁悬3倍哦，吼，了即个基督讲，我毋敢啉啦，吼，因为遮离天堂伤近啊。上帝安尼会知影我吼，啉红酒安尼袂使吼。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吼，所以安那离天堂伤近啊吼，愿上帝帮助咱，天堂伫对吼，天堂是以后咱要去的所在，所以咱毋免为着明仔载来烦恼吼，因为明仔载自有明仔载的烦恼，一天的困难，咱一天来担当就到遐吼。咱一天来担当就到遐，所以这是耶稣所甲咱讲的，咱的性命、咱的身体，拢比这个七鸟、这个白霞花更较贵重。这个七鸟人敢有咧甲饲？无啊，天父上帝养饲因，吼。天父上帝嘛知影咱的需要。这白霞花有送家装摊，但是这朵花开了，哇，实在比啥物搁较水、搁较贵重，也是白霞花，可能透早开，明仔载就冷去。所以咱是为着上帝国甲上帝义来活，咱的上帝着加添咱遮的物件，互咱。所以上帝是咱爱好好注意今仔日，毋免为着明仔载还袂到明仔载来烦恼。信心的路是一步一步，有上帝引带带领。所以上帝带领是安那，互咱有骹前的啥物货，骹前的灯，安那有路上的光，吼，这灯火是引带咱，亲像出埃及的百姓伫旷野，日是有云条，暝是有火条的引带，这百姓是上帝拣选，上帝引带，上帝自然就会负责任，吼，上帝互用一个摩西来引带。最后安那，佮互因有一个约书亚带领因进入流奶甲蜜的迦南地，敢是？所以咱爱好好活伫今仔日，毋免为着还袂到的明仔载来烦恼，因为明仔载要安那，咱有可能要面对甚物种的处境，咱毋知影。所以明仔载会安怎，咱其实无一定完全，拢有法度完全的掌握。所以马太福音6章34节。耶稣讲，无得为着明仔日烦恼，因为迄个明仔日伊会家己化入，一日会艰苦，伫一日就到遐吼。所以即个咱做伙来读吼来。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化入，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化入，一日会艰苦，伫一日到遐。所以咱伫地面上，咱有片面
片面袂了的，才会烦恼，才会难处。但是咱必须要有信心，因为信心是为着今仔日，毋是为着明仔。所以上帝无使互咱假的开力去调整明仔的即个担，所以咱自然互明仔互家己去烦恼。所以毋通互快乐来捆绑着咱的灵魂，咱来互上帝恩典来引带经过每一日。虽然忧虑，即个忧虑哪亲像啥物货？忧虑哪亲像明仔载的乌云啊，会遮掉今仔日的日头。所以今仔日有日头，咱就是今仔日好好来面对。即个忧虑会变做明仔载的乌云。检查明仔载是好天，嘛哪亲像安那？嘛哪亲像有乌云的白时，敢是？即届阮就转去高雄吼，感觉即高雄日头够热吼。我看大人拢穿短袄咧吼，我足久无穿短袄，我拢穿长袄。我看大人拢穿短袄，甚至有人穿短裤、短袄，我讲这人足厉害。所以咱亲像安那灿烂的日头，所以咱所有为着明仔载忧虑，其实拢是咱的心中家己烦恼所产生。上帝恩典将来将来上帝恩典只有安那，互实际有困难的人，互伊会当经历，会当去挑战，会当去顺利经过。即个上帝的恩典是要互拄着困难的人，但是呢，上帝恩典毋是要互你伫咧想象中困难的人。所以你困难若伫你的烦恼的内面、看路的内面，刚才你会影响到你的身躯，影响到你的身体，影响到你的心灵。主希望帮助咱，互咱每一日拢有教养的信心来面对，互咱每一日拢有上帝恩惠来带领引带。无论咱拄着任何艰难挑战，上帝恩典拢互咱用教养搁有剩。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你听阮，主耶稣你的话讲，毋免为着明仔载来烦恼，因为明仔载自有明仔载家己所看到的事。上帝帮助守护阮，我用信心来面对每一日，主你所互阮的新的一日，我有信心勇敢来面对。伫烦恼进前，阮所爱思考的事，就是阮是主你所竞选的百姓，主你会替阮负责到底。阮来追求上帝国甲上帝义，才会主你就要将阮所欠用的来赏赐，来赏赐互阮，而且互阮精进得胜，教养有存。阮上帝帮助想，互阮每一日伫新的一日，互阮面对，互阮无忧虑，无烦恼。愿上帝帮助，互阮坚定的信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多谢牧师宝贵的信息。续接，请咱起立来吟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
率着咱悲欢心来奉献。请坐。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伫咧周报下面台语，咱来念2遍。请，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的米拢要煞互恁。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的米拢要煞互恁。马太福音书6章33节。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来甲咱中间吗？去楼下，那他等一下会上来吗？好，没关系，他有上来，我们再给他介绍。咱来看今仔日的报告，咱来先开周报。2月25就是下主日联合礼拜，9点开始。主日礼拜后要来召开2024年年度的定期会员好会，10集的会餐会员名单已经公告，伫咧楼骹，若是有姓吴的，请向小会来提出更正。请大家踊跃参加，共同来关心教会事工。第2项是资料，若是有需要校正的，请各单位向办公室来校正资料。第3项是本会的信德奖学金开始要申请，自今仔日开始到3月17。申请的学生要伫咧咱教会内面出席有2/3以上，会用申请。要写迄个申请书，要交即个成绩单，阮办公室来收件。各小各中的成绩单，爱搁摕学校的实际的分数的证明书，这要另外去申请。第四项是咱旧年度的奉献证明需要写申请的兄弟，请写恁的身份证号码，写申请单，向干事来申请。2月25号申请查册。第5项是新的年度开始，欢迎兄弟姊妹申请11的奉献袋啊，请大家来诚心民主来祝福奉献。第6项是礼拜3的读经祈祷会，请大家踊跃参加来得力蒙受上帝的祝福。
肢体交通的部分，咱请兄姐来看。为着咱心灵需要的兄姐来祈祷，为着世界的战争和平来祈祷。咱尾变诗，请掀开圣诗399首，请起立，咱来念。愿上主大仁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被上帝疼读、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入倒闭会。各位兄姊妹，咱后礼拜吼，迄个有好会，请咱若是陪参会员的兄姊妹，咱一定爱出席。若无法度出席吼，咱伫今仔日甲干事吼来写请假单。